年代旅游伫过年时啊，伫越南的富国岛将这个人客放婚照的代志引起旅游的纠纷。今日原定下晡，搁要陪这个富国岛的旅行团、观光团，嘛被发现讲无立上当地地接的业者，所以讲赶紧发停。高雄部观光署调查了发现讲，年代旅游所欠的债务超过1000万。下晡呢，强制伊呢即日起停业3个月，来听观光署详细的说明。 那个针对年代旅游的部分，我们观光署在2月13号跟15号派员去旅行社进行查处，那发现该公司财务状况异常，对外积欠了超过1000万余元哦。那而且办理赴陆的越南的富国岛的旅游团地接社无法接待至旅客的权益受损，所以对该公司积欠款项、财务显有困难，已经无法提供履约服务。我们认为它损害旅客的权益，为了防止旅客的 权益受损情势发生及扩大，维护交易安全，所以我们依消保法第36条、第38条，处分每家国际旅行社自即日起停止经营旅行业务3个月。那至于旅行业管理规则的部分，我们会就该旅行社的赴越南富国岛的那个各团违规的事实收集事证，那依发展观光条例尽快裁处。这一团也是到富国岛16个人，那个旅客全部在机场那边改成自由行。如果是旅行社因故不能提供的话，是旅行社这边要赔偿旅客，除了他全部的团费要退回之外，他还要赔偿旅客。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